試過好多次，係咩？唔爽嘅，係啊，哦，係嗰個好大個迴旋處，你之前唔中意嗰個嚟㗎？不嬲唔中意。喺左邊離開到出口1西貢市中心，然後喺迴旋處第一個出口離開入超順路往坑口港鐵站、將軍澳醫院、清水灣、西貢。喺迴旋處第一個出口離開入超順路往坑口港鐵站、將軍澳醫院、清水灣、西貢。跟住就上西貢嗰個山路。 600米後，喺迴旋處第二個出口離開入坑口道往清水灣、西貢急症室。出去咗做咩？佢想話迴旋處，我唔見啦迴旋處。前邊360米。喂，唔掉我呀！喺迴旋處第二個出口離開入坑口道直去往啊！清水灣、西貢急症室。呢度咯。係700米後，喺迴旋處第二個出口離開入清水灣道往大學、九龍、西貢。好易去嘅咋，等下先，仲要第二個嘛？直路嚟啫嘛。你成日都唔記得咗第幾個出口做下。 100米後，喺迴旋處第二個出口離開。千祈唔好急嚇，打時間。喺迴旋處第二個出口離開入清水灣道往大學、九龍、西貢。第二個出口。呢個係咪應該係咁要行左邊嘅。唔係啊，呢個唔係螺旋處嚟嘅。 OK，呢度啱。呢度唔係螺旋處，所以一定係行嗰邊。2.1公里後，喺迴旋處第三個出口離開入清水灣道。小心啊！
400米迴旋處前面400米啊，第3個出口啊。其實頭先嗰度可以向右斬過去嘅，不過你咁多車斬唔到。迴旋佢叫回翻嚟係咯。回翻落嚟啱。仲有200米啫。右邊 U turn。喺迴旋處第3個出口離開入清水灣道。打燈，慢慢嚟啊！係咪呢個？係又唔係 U 翻頭先嗰度啱，頭先嗰度係啱，跟住黑色車係啦，左燈啊，係400米後轉左，然後喺迴旋處直行。又有迴旋處，你望住啦，差唔多㗎啦。係未到，未到，慢啲，唔係未到。我開慢啲，你有時間。未到喎，未到， 180未到，未到啊！未到呢個，再前。90係呢個位啦，澳龍睇住個牌，轉左，係然後喺迴旋處直行。啱。喺迴旋處直行。問一問個保安啦，轉去嗰邊啦，呢度啊。 100米後乜嚇？就嚟到澳龍18座。嚟。幾靚！OK。18睇住邊度18？問先，前面嚟噶咯喎，咁我停喺邊啊？呢度18至19睇住。停邊啊？唔知啊。呢度有個 parking 嗰個位咯。哦，咁咪入去咯。塞住人哋喎，唔好你塞咗先，人哋有個車度啊嘛。